將要生同埋生完坐月嘅媽咪，今日我有新產品介紹返俾你哋，就係月紀孕育28日離月莊連。我哋分開咗春夏秋冬4個櫃桶，分別解決4個唔同階段所面對嘅問題。第一階段甦醒之春，其實生完之後咧會有大量嘅惡露留喺身體入面。第一階段就將身體入面嘅淤血同埋舊有嘅組織排出。第二階段和諧之夏，生產完之後身體大量失血，消化系統都會受到影響。喺呢個階段調理脾胃嘅話，就可以促進營養嘅吸收，恢復氣血，加快身體嘅復原。第三階段滋養之秋，完善咗消化系統之後，身體吸收嘅能力就會提升。呢個階段最適合豐富嘅營養補充，加強製作氣血嘅原料，恢復身體功能，令到面色更加紅潤。第四階段培元之冬，生產完之後嘅媽咪咧，流失身體大部分嘅營養物質，呢個時候最需要補充營養，鞏固媽媽嘅骨骼、牙齒同埋頭髮，恢復身體嘅機能。